雖然現今科學越來越進步，但人類嘅頭腦反而越來越退步。其中一個最大原因係香港經歷過去一次重大新冠疫情後，好多人都出現咗唔同大小嘅後遺症。有實質數據顯示，每30個香港新冠病患康復者當中，有80%感染過後6個月都出現最少一種持續症狀。而因為香港係一個經濟發展嘅城市，面對環境步伐急速，都市人嘅生活壓力只會越來越大。每10個人就有7個有嚴重失眠，而每7個人就有1個患上抑鬱症。至於年老長者當中，70歲以上長者，每10個人就有1個患有腦退化症。於是市場推出針對改善大腦嘅 Brain Solar， 佢係從第一代設備研發到而家第17代嘅星光頻率眼鏡儀產品，進一步證實大腦神經元嘅可塑性，並且有效改善大腦功能，包括舒緩壓力、情緒及失眠症狀，從而令大腦整體動能提升。Brain Solar 嘅技術並非藥物，非入侵，冇副作用，係確保使用安全嘅合格產品。Brain Solar 嘅原理係運用白光促進腦內神經元增生，利用光頻同大腦神經元產生頻率共振效應，以達到產品功效。現代都市人因為生活節奏緊張，大腦活動長期處於 beta 波嘅狀態，而 Brain Solar 使用嘅頻率較接近 alpha 波，能夠為使用者放鬆長期繃緊嘅大腦，甚至運用 theta 波，產生令人快速進入深層睡眠嘅效果。Brain Solar 嘅好處同效益，除咗優化我哋大腦功能、提升工作效率，佢可以讓我哋大腦記憶提升、大腦功能逆齡以及預防腦退化，甚至可以強化我哋邏輯思維能力，特別幫助學生同在職人士提升創意同工作效率。而且佢可以優化我哋睡眠質素，並提升免疫系統，因為夜晚睡眠對於身體同大腦修復相當重要。而使用 Brain Solar 就能改善睡眠品質，從而增強身體免疫力同認知能力。佢仲可以穩定我哋情緒狀態，提升開心指數。用咗 Brain Solar 能夠緩解壓力同焦慮，喺思想心態上更變得較為積極正面，從而促進心理健康。Brain Solar 產品已獲得100萬用家體驗實證，5年期間已經為超過3萬人做咗臨床實驗。佢一機有多個頻道同功能，並設有5項唔同功能俾使用者選擇，而且機身設計精巧，方便攜帶使用。佢更適用喺唔同年齡嘅人群、唔同行業，而且操作簡單，只需選定好頻道同功能，坐低戴上眼鏡同閉上眼睛，輕鬆啟動半個小時就可以。而使用 Brain Solar 後會出現什麼反應？正常嘅大腦會見到好多唔同顏色，亦感受到身體深度放鬆，有減輕壓力同緊張感。用戶提升咗思維清晰度，注意力亦都更加集中。部分用家使用後更感受情緒同幸福感有所提升，而且增加咗創造力同能夠跳出思考框架。亦有用家提升及改善睡眠質素，睡眠更加深層。假如使用後感到輕微頭痛或者有頭暈跡象，係因為大腦正在進行調整同重新平衡。如果感到輕微嘅疲倦，係因為大腦進入放鬆狀態並且釋放壓力。但使用 Brain Solar 產品後，必然會感受到情緒上嘅變化，包括情緒提升、情緒穩定或情緒放鬆等。想知道 Brain Solar 產品嘅其他好處，而家即時預約首次免費體驗，名額有限，歡迎同我哋聯絡。